巴基斯坦背负着中国巨大债务。居住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以疯狂地出手袭击询问证件的警察和威胁他们的亲人及当地居民，随便将巴基斯坦国旗置于脚下和爬上标记着国旗的警车上踩踏。对此行为，巴基斯坦政府未给予任何回应。为了纪念在1990年4月5日中国入侵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觉斯坦科兹勒斯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人乡大屠杀中殉难的维吾尔人，包括东觉斯坦组织协会在内的许多组织都对中国做出了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中亚价值观投票公布报告。在选民价值报告中，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国家中排名第一。该报告评估了整个世界的选举。据俄罗斯卫星通讯，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副局长伊戈尔·科斯丘科夫在第7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设有200多处军事设施，驻军40多万。他说，至少6架 B-52、B-1和 B-2战略轰炸机长期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南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某些情况下，在太平洋上空执行长期巡逻任务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可达到15架。一名联名公开信在谷歌内部流传，已有3000多人签了名，其中包括数十名高级工程师，抗议该公司为五角大楼提供人工智能力量。他们想要通过这份联名公开信向谷歌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柴施加压力，让谷歌退出五角大楼的代号为 Maven 的项目，并宣布一项永不开发战争技术的政策。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俄罗斯第一台5日播出据称是尤利娅·斯科里帕尔和堂姐维多利亚的通话录音。尤利娅·斯科里帕尔以书面声明要求尊重她的个人隐私。